100方嘅鎮中心，3房2廳2衛。呢度金海樂有2頭。呢個朝向咧係望嗰個鼎威嘅。如果佢將朝向調一調，就最後啦，係咪先？呢個朝向朝北嘅。咁佢係全新裝修一個復古風格啦，做咗一個中央空調，櫃機已經做好啦。你睇下呢個出風口。然之後呢度係15樓嚟嘅，採光非常之好。一入嚟咧，呢個屋其實俾我嘅感覺係非常之溫馨嘅，有一種家嘅感覺。咁依家業主咧係放緊86萬，中意嘅話可以一齊嚟睇睇。同樣一個戶型，呢個係19樓嚟嘅，啱先我哋喺15樓。呢一個咧就係西式嘅風格啦。呢一套同樣都係咁個價錢，80幾萬，100個平方，3房2衛。而且呢一套嘅話就會比較接近年輕人嘅風格咯。依家呢一邊主人房咧係單邊位嚟嘅，朝東南嘅一個位置，採光仲更加會厚一啲。咁呢2間房啦，俾我嘅感覺就係非常之適合一啲剛需嘅客人，80零萬喺鎮中心嘅位置。如果呢2間15樓同埋19樓，你會揀邊一間？因為19樓唔係頂樓嚟嘅，我哋上邊仲有一層，20樓先係頂樓。